上到嚟單位睇到我哋整體一個環境係非常之唔錯嘅，最緊要呢個單位係非常之安靜啊，好舒適嘅。餐客一體嘅戶型，電梯中層位置，我哋主露台係朝住北向嘅，望住我哋山景。最緊要係啱啱超過對面中層嗰個樓頂咧，就冇咩遮擋啦。呢邊望出去都係有綠化環境，可以睇到我哋新城區一個範圍嘅。而且我哋呢個位置咧都係喺中心區天和百貨隔離位置。行過去咧，大概都係2分鐘一個路程，行到火車站8分鐘，所以整體最緊要中文頭呢個係非常之集中嘅位置，紅本在手20零個，呢套28.8萬，直接搞掂可以上車，所以你話嚟到中文頭養老呢啲係最舒適最舒服噶啦，電梯咧係啱啱更換咗新嘅，所以唔需要擔心後續問題啦。呢種如果係講到裝修位置咧，就係以前裝嘅，就係地板都係細細地。呢啲家私都係新嘅，呢啲漏水問題冇問題啊，冇油過，最緊要呢個係睇得出嚟嘅，唔需要話唔係啱裝修完嗰種啦，你睇唔出嚟。睇到呢個客房都係放米半床，有對流窗，最緊要呢個最緊要係 total 28.8萬，28.8個上車搞掂啊！有興趣帶你哋睇睇現樓啊！